坏蛋山！你看，他丢石头把我的家打坏了。现在，不管是大雨或是小雨来，我的房子里面也跟着下大雨和小雨。该怎么办？外面来哭了嘞！就是那个可恶的坏蛋山，丢石头砸坏我的家，我的屋顶现在坑坑又巴巴。不管是大雨小雨来的时候，屋子里面一样都在下。而且还遇到好雨的时候，我还要跑去朋友家。坏蛋山啊，坏蛋山，你为什么不搬家？可是没人帮我啊！我知道了，原来是大石头压坏了小仓鼠的家，要把山赶走，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哦，那简单简单，狮子王最厉害的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狮子不是最会吼吗？哦，狮子最会吼，答对了，小朋友答对了，你看看，小朋友都知道，我最厉害的就是狮吼功了，我把它吼一吼，那我在这边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你们居然在底下给我吆喝，你们不是不想混了吗？没有办法哎。好，举手说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听不懂台语，好了，我用国语讲讲看呐。我意思是说啊，我是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啊，我是魔法，我是公的啊，我有胡子啊，哦，我是魔法师啊，哦，不管是多么难的问题呀，只要来问我就对了。小仓鼠，你怎么在这边哭了？叽里咕噜，都是那个魔法山丢石头砸坏我的家。现在大雨小雨，屋子里面一起下。遇到好雨，我还要跑去躲在朋友家。哇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！可恶的坏蛋山为什么不搬家？而且没有人来帮我。小仓鼠，外面打雷了，我是不是要先进你家里躲一躲啊？我们家会漏水。哦，是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这边。手一起讲，对，哈哈，那这哈哈，你们就不举手，哈哈，哦，那你们不可相好，我们练一次刚刚，哈哈，不可相好，我们练快一点哦，练2次哦，预备，进，哈哈，不可相哈哈，不可相我转头看，3次给你们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听哦，我只教1次哦，哈。加卡打在豆卡后面，豆卡打在加卡后面，加卡打在豆卡后面，豆卡打在加卡后面，加卡打在豆卡后面，豆卡。哎呦喂啊！等到你觉得很累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停下来。那时候山就已经走了啦。我听无啦，你在说。有人听得懂吗？你好厉害哦！你听得懂？你说说看。突然宕机了哦。好了，我再讲1次啦，再注意听哦。右脚踩在左脚后面，左脚踩在右脚后面，右脚踩在左脚后面，左脚踩在，然后手要这样子哦，跟小鸟一样，这样子，有懂了吗？有。小仓鼠你会吗？好，我会了。你要不要小朋友出来帮你示那我范看看？要是我要走走看，小朋友你们会吗？会。有人要来走一下。要来示范给小仓鼠看看吗？右脚走在左脚后面，左脚走在后脚，右脚走在左脚后面，左脚走在右脚。你打结了。我打结了。你超爱说话的，好来。为什么要打石头？可以飞哦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样子的，从前啊，我的山上啊，山头上啊，都是一些大树啊。最近不晓得哪个小伙子啊，跑到我的山头来，乱种一些槟榔树啊，没有办法做好水土保持啊，而且乱丢垃圾，到处都是垃圾，害得我啊，只要一下雨一打雷啊，
整个石头就掉下去了，害我头都光秃秃的，你看看，真是太糟糕了。所以我很生气啊，我就希望把小仓鼠他们全部赶走了，还我一个干净的。